土建风采嘅台风泰伊就造成台湾一度嘅灾情。喺台中嘅同時，新沙野條天氣唔但將香菇料本風吹到轉下來，還有天天就有好雜嘅碰感。每本風采吹到唔係別體，就係落果，損失動氣慘惡。農糧署早上去巡視嘅時節就講，為照定天然災害救出辦法，盡量嚟留大家聽數。看過去獵得香菇料農高高，數組嘅結構實在講做下方片。呢度嘅太空包未經至檢視檢體球，生唔出香菇，股農損失當嚴重。啊，點解加緊救方看有效無效限啲，無效嘅話損失較多。點解間初步嘅啦，就300萬嘅啦，啊救得好，都個還好一絲絲，救唔好損失較多。我們目前估算起來面積大概是3公頃，跑不掉啦，就是損壞的面積啊。除了新沙香菇當產，同東市嘅碰感本來個40年所建立，實現至土建風采收過去，有市場嘅碰感老皮就係必撇，農民叫到無目節。40天就聽我開始採收啊，就即個杜鵑颱風來掃掉吼，即係較嚴重啦，落個較嚴重啦，啊，但是吼。這個損失有大概在4成左右啦。我們這樣初估啊，哈，這次杜鵑颱風在我們東勢地區有受損的這些果樹的主要在總面積大概是有將近大概500-600公頃左右。農民必須在10天內趕快把你的這些資料趕快送到公所這一邊去申請這些現金救助的這些細節啦。那如果沒有辦法獲得現金救助的部分，那可能就可以循專案補助來辦理。那這個部分的金額是現金救助的80%。台中市農業局講，禮拜土建風采造成嘅農損大約3000萬，無達到天然災害救助標準1億8千萬，咁那是用盡安排。自講農委會有規定，強期嘅作物咁那是得申請100，所以上百有申請受體力風采農損嘅農民，禮拜4唔得個申請，按呢農民嘅身份不見來見外國。客家新聞的新聞台中報道。